豬米哦，雖然真芳，閣真 Q， 也毋過對時代來講，食豬米的風險較懸，胃腸嘛較好消化。台大病院就甲基米食品合作發展賣廉的營養粿，那麼做伙來看賣。豬米是台灣人新年時節定用到的食材，新明洗白紅龜粿，囡仔滿月興的油飯，冬節食營養頂頂。不只個時段吞物件的機能，會因為年紀退化，豬米這種 Q 底底的食食就會變做風險。有營養師表示，大約三成80歲以上的時段吞物件有困難。目前老大人大概65歲以上的有13%的迄個吞嚥咀嚼迄方面的問題。你若講80歲90年迄個時陣呢，就是有30%。那在迄個長照機構遮大概有50%，伊個失智這方面都有80%。為着要照顧時段食食的安全，台大病院甲基米食品合作，共同研發賣廉的營養粿。無論是外口的皮，也是內底的餡，攏有特別設計，較好加長，也較好剥，互無喙齒，敢若會當用起花剝物件的長輩，也通安心來食。這個食品也有摕到農業部的獎。容易咀嚼吞嚥，然後牙齦一壓就化掉了，而且又可以保有這個口感是也有米香的風味。好，那所以就是產生出來了，而且更榮獲到國家最高的肯定，就是農業部2026年一天得的金鑽獎。原汁原味，能夠讓吃的人不是只吃到食品安全，是吃到他食物的所有記憶。那這個讓高齡者是有尊嚴的，在享受一餐食物。營養師也提醒，若是長輩食物件啉水的時陣會去窒到，也是拿後會感覺點點吞物件吞袂清氣。有這個問題，建議愛去找醫師，也是語言治療師做進一步的諮詢甲檢查。記者顧佑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